后来艺人闪做兵的案件，检警是来发动到第三波的行动。Energy 的前成员董真光，昨是主动到新北地检署来自首，承认讲伊假做高血压闪做兵，是毋是有人甲指点去自首呢？是引发着讨论。律师讲，若是自首者，未来判刑确实是会判较轻。头戴帽仔，手挂手笼 ，Energy 进前的成员唐真光，捌到花莲公府做沙条超人，得到maj奖娱乐，不过无到2礼拜，伊家己承认闪做兵。唐真光常常分享伊家己运动健身的生活，形象真健康。28号，甲伊的律师主动去新北地检署自首，承认为着高血压病历闪做兵。虽讲真查无公开，伊无法度透露细节，不过承认伊的做法甲部数甲其他艺人相像。嘛讲检警三坡真查无指向家己，不过感觉袂当心存侥幸，选择自首，勇敢面对，嘛愿意接受法律制裁。他去自首是最聪明的。第一就不用上铐，警方直接去找你，这时候会被上铐。如果是你自己自愿配合的话，就不会上铐。针对外界讨论自首是毋是有高人指点，律师指出，检警掌握证据甲名单，对早落去拢无对比。即摆先自首，表达忏悔以外，嘛会当避免互人铐起来，放翕到。也那前成员昆达23号互警方包围铐起来，思维嘛是小伤。前成员唐真光自首，除了无互铐起来以外，律师分析刑度方面可能有疏忽。自首依照法律必定要减刑，检察官原则上还是要给缓起诉，他去一演一唱，他就不用被起诉，不用被关，也不用去法院审判。同款是违法闪做兵，不过是毋是有自首，刑度可能无同款，不过也是爱为着家己行为付出代价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